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一个好消息：世界12强棒球赛的决赛，台湾队第2战对上韩国。台湾队的投球、交球哦，佮打击拢发挥到真好哦。中伊先发6.2局无失分，佮加上陈俊秀伫第7局讲出直击3分的胡武朗，台湾队是以6-0大领先韩国，最后是以7-0完封韩国队。 继续来看，昨昏香港的示威行动，和市区的交通是袂顶袂当，战场甚至拖到中文大学。昨下晡开始，警察甲学生的冲突是愈来愈大，愈暗也愈紧张。入暝了，警方连续发射催泪弹、手捏枪支，造成真侪人受伤，甚至有人需要急救。虽然警方几啊届校方嘛几啊届甲警方来协商停战，也毋过一直到透早，阁还未结束。 防暴警察向中文大学校园射催泪弹、甲手榴枪支，学生家样摕雨伞、甲路边物件来做抵抗。现场拢是枪声，随时都学生着枪向讲出来，交予医护职工治疗。连临时医疗站拢改名叫战地病院。昨日暗时的中大校园变作真正的战场。 香港反送中运动正会为街路商场即马正立校园。昨日下晡3点半，警方开始发射催泪弹，甲出动水炮车。学生嘛烧车甲弹汽油弹，抗议警方暴力滥权。就算中大校长段宗志不出面甲学生、警方对话，希望停止对立。毋过警方随放催泪弹，情势嘛随恶化。暴徒經常聲稱自己所做嘅嘢係為咗香港。 仲話要不惜一切嘅代價，甘願放棄自己嘅前途去換取香港嘅未來。就咁聽落去好似好偉大，但係實際上呢啲浪漫式嘅口號，只係美化咗罪行嘅藉口。 暗時10點半，中大前校長沈祖橋嘛出面抗辯，佢講香港警察已經同意撤離，毋過學生認為警察未當相信，無願意撤離。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暗時10點半表示，經過一天警察喺各區放催淚彈、甲亂開槍，會當看到警察未少行動，根本未考慮民眾嘅安全。學生若是繼續上課是真危險，呼籲家長考慮互囝兒13家己停課。 記者綜合報道。昨有中國媒體報道講，中國已經甲台灣溝通幾啊遍，希望2020嘅舊年加開一寡飛行機嘅航班，互台商會使轉來過年。也毋過說服咱嘅民航局拒絕。有台商講哦，是有聽到這款嘅風聲，也毋過咱嘅民航局是講這是無影嘅代誌，會依照以前嘅做法，先來調查台商佮台灣學生嘅需要，再來決定。 為了要疏解春節期間兩岸人民回鄉的交通，台灣甲中國的航空業者攏會提加班機的申請，由民航局審核。也毋過國安局長柯國正則伊講，差不多有10萬名國人有中國的孤單證，會讓看出可能會影響人心甲咱國的大選。中國民航網第12報道，中國幾路便向台灣溝通，希望延長2020春節加班機，和台商甲台生返鄉投票。 不過，台灣的民航局是明確表示拒絕。有一些反映的一些情況，還有一些台商說，台灣的民航局可能這個去接觸，可能不一定會釋出來這麼多。好像是政府不希望台商跟台胞回來投票。有台商講，感覺是政府無想要因轉來投票。而根據台企連鎖單位優惠機票方案，是一邊來回機票。 自中國轉來台灣限定是今年12月27到明年1月11，若要轉去是明年1月12到1月25之間，也就是投票日期間愛佇台灣。對中國媒體報道，將在台商攏佇咧討論。並沒有。其實兩岸多年來已經建立了春節期間加班機的一個大家一個協調的機制，因為中國它限制了陸客嘛使得目前的一個。 定位也都還有，那如果還有需求，我們會參考往例，來辦理。對中國媒體報道，林佳龍是否認，講因為中國限速陸客登記航班的機會也夠有夠，那真正有需要愛增加，雙方會當用現有的機制來調。記者綜合報道。
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苹果日报》针对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有风声讲，社民党的廖一人台大副教授还魂是民进党不分区的第1名，国民党的第1名是前警察大学教授叶玉兰，当作是高敦义第8名。时代力量不分区的名单内底有环保人士陈昭华，歌手赵灯泡的妈妈。另外，亲民党的部分党团的总调李鸿金嘛伫名单内底。台湾民众党有台北市顾问蔡碧如、副发言人黄正元等人。再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政府分别开21起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台北市棒球中心跟台北市和平篮球馆，和民众投诉讲怎么拢会举办拍卖会，甚至是提供场所予人办买艺来办桌。统计嘛显示，过去800多天，篮球馆只拍11遍的篮球。再来看联合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顶礼拜传出伫2015年向台北公司买7200万的厝，昨有人写批向台北地检署检察局来检举，因为批内容只有新闻的资料，北检是请签他立案来追查，会进一步来厘清台北检署不法贷款予韩国瑜等人来买厝。再来看香港警察对示威者来开枪，总统蔡英文昨晚批评讲，香港政府要回应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诉求，绝对不是用枪支来回应。行政长苏贞昌嘛讲，香港警察的做法大家看现现所以总统统治者安尼对人民，香港1國2制50年未变，就变成这款总统蔡英文昨日出席中科院50周年仪式活动，表示中科院除了是国防产业关键的研发基地，嘛是推销国防自主的指标。希望讲未来增加武器装备家己研发、家己制造的比例。面对香港反送中8亿警察甲示威者大受伤，嘛推出讲市民去用放火烧掉。蔡总统是批评香港政府不应该用枪支回应人民的诉求。香港政府回应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的诉求，绝对不是以子弹来回应应该是更诚恳的来思考人民的诉求，跟人民沟通。蔡总统呼吁香港政府应该用对民主自由的承诺来回应香港人民。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认为，香港警察对手无提武器的人民用枪来弹，真正是让全世界拢咧注意这件代志的媒体看甲硬气。嘛考说中国的1國2制50年无改变，就是这款的变。中国的统治下就是这样的对待他的人民。而且中国所承诺的所谓1國2制50年不变，就是如此的变。所以台湾人民，尤其在选举就要到的当前，更要慎重。唔那关心香港的情势，蔡总统想要拼连任，伊嘛要来杀政绩。昨日见证台湾第1座梨花风场海油风电，伫咧苗栗龙凤渔港正式启用。蔡总统强调讲，台湾正在走向热恋国家。先讲向亚洲各国来学习，而且佮话讲2026年到2035年要达成10GW后一个10年热能新目标，而且加速推销智慧电网，嘛要让台湾的热能供应链变做国家队，来拼国际市场，变做亚洲热能发展中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希望副手张善政会使帮伊伫12月份去美国访问。也毋过张善政是讲目前还未确定，还要看国内的选情。另外，针对香港警察对民众开枪，张善政是表示，就算对蔡英文总统的选情有加分，上济嘛是加1、2分尔。香港警察11号传出对民众开枪，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认为，港警在情势拥稳的情形下，应该要有斩杀。香港问题是不是影响选情呢？张善政讲，香港议题对蔡总统的加分效果已经无遐尼济。大家都讲说他捡到枪、捡到炮，对于我们是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加分，对于蔡英文阵营的加分效果已经到了一个收敛地步了，所以再加分也只加个1、2分吧。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规划照重张善政由合美国背景，替家己12月访问美国，朝向去华府为目标。张善政讲这个规划，不过要考虑选情。对我们选情加分的话，是一个正面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说12月嘛的选情的这个绷紧的状况，跟到美国去
两边要权衡一下，所以现在有在规划，可是没有100%确定。会甲美方政要也是交界见面，张善政强调也无确定，也讲未影响到李家芬访问美国行程，因为中选会28到2日受理总统大选登记申请，韩国瑜张善政要伫18早起去申请，登记后韩国瑜高雄市全国竞选总部有希望伫11月底成立。不过南洋内部却传出争议，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有意做的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传出中生代要伫选后争夺主席大会。吴敦义表示，党主席吴正基3人来做，拢无意见。主席是由全体党员选出来的主席，是有任期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逼宫。吴敦义讲，做主席是责任，不是权利，也不是享受，爱为人民甲党员服务。2020大选，国民党不只有对手竞争压力，也面对内部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今仔要开全国委员会议，会中有可能会征调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参选总统。本来想要争取亲民党门票的国民党立委王金平，暂时宣布要退出2020的总统大选。很遗憾，在参选总统的路上，金平没有取得最后的机会，要跟支持我的朋友们说一声歹势。一直讲要参选到底，随着因缘行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10日临时开记者会宣布退出2020总统大选，也证实的退选是因为亲民党没有主席宋楚瑜亲身参选。宋主席说要再来跟我见面，但是后来李秘书长建议我说还是直接通电话就好，所以通了电话，他告知我，那么他决定参选。王金平讲，副手将来不是选行帅气，要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会继续支持理念同款的参选人。台北市长郭文泰对宋楚瑜要参选的消息无加做回应。参选也是人家的权利啊，这个我们不能讲什么。你会支持他吗？那支持，等他这个宣布参选再讲吧。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0日伫新竹亚洲科学园区协会国际年会表示，大选剩20天，有人看无任何经济政策辩论是吹话战。看不到任何的经济的变，经济政策的变，看不到大家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就都是一个关于口水的这样的选举，对福国利民的政策我们都看不到。郭台铭爱选民理性投票，不过郭台铭甲亲民党、民众党拢合作，未来亲民党甲民众党政党票是不是互相抢着，都爱观察。亲民党按算13早起开全国委员会议，定召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选，传出副手锁定政治素人，总统大选是不是有第3组人马，到时阵就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会伫今仔公布不分区的立委名单哦。本来坚持要参选屏东地区立委的立法院长苏家全的太太洪兴珠，昨是决定要退选。伊讲，因为总统蔡英文本人打电话给伊，伊感觉真感动，所以决定无要选咯。正式宣布退选，洪兴珠面对媒体，讲到昨晚查某囝打电话给伊的时阵就目眶红，因为无用选举，真久无甲出来人见面。洪兴珠伫10月底才讲，伊要退出民进党参选立委到底。不过正半个月，伫10日突然间宣布退选，因为总统蔡英文有打电话给伊。他非常的诚恳的、恳切的，希望我可以以大局为重，所以我就同意了。话讲甲正班，讲到希望会当做家己时阵，搁流目屎。进前伊讲参选到底唯一的变数是伊的孙仔苏定清参选，伊就袂选。不过即马是毋是代表苏定清确定要选，或者是列入无分区？伊讲也未讲到。就想要争取连任的现任立委张嘉宾是讲，这是正好的发展。我觉得这整个决定是乐观其成，而且呢，对于民进党的目标。总统连任国会过半有正面的帮助。苏总统连任办公室也证实，总统确实有打电话呼吁团结。对于牵手退选，立法院长苏家全发新闻稿，讲感觉欣慰。洪兴珠是讲，家己的竞选总部甲辅选人员将会转做小英后援会全力辅选。
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是天气较脏，嘛是差无偌济，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你敢暝哦，温差嘛是真明显。来看上新的温度，最近早起床哦，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天气是较凉冷咯。今仔的上低温是伫花莲的光复乡，只有13.1度。也毋过暗时哦，东北季风开始增强，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哦，部分的地区会开始落雨。花莲台东地区嘛是共款哦。气温方面哦，透早拢会较凉冷哦，你敢暝温度是拢差真侪哦。你时的温度上悬嘛是伫26度到30度左右哦。你敢暝中部地区会差上侪，差到14度哦。所以观众朋友，若需要出门，上好爱早一领外套。再来看高雄最近伫凤山有一个本土天狗类病例哦，这个患者定定去丁清湖运动哦，卫生局嘛去找网虫，有看到规定的网虫，卫生局表示哦，因为丁清湖是水源区，袂使转药啊，所以会用掠网虫的电火哦，佮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孙警话，搁一届来发现过水池，搁有斑纹的躯壳掠网仔，确定讲躯壳内底已经无网仔。这个所在是高雄丁清湖，最近一家本土型的天狗热确定病例，直直来丁清湖运动。卫生人员拄确诊的测试开始，连续6天做脱白网的密度调查，发现讲脱白网的指数是真悬，像过集水井、水族箱，搁有航坝区的一寡无爱的玻璃管内底拢有水池，而且大只的网仔嘛掠到真8只。水源的保护区没有办法进行化学防治，那因此我们以人员以扫网的方式来监控。那在这一段期间呢，我们总计捕获到雌蚊84只，那在雄蚊的部分20只。真8只的网仔内底有8成拢是母的，会食花。毋过丁清湖算是水资源的保护区，开放区域无法度使用化学防治。卫生局今仔会当伫会使插电的区域内斗掠网仔机，嘛开7张罚单。不过卫生局强调讲，罚钱毋是重点，是要互管理单位家己会当分析清楚责任的区域，而且继续派人来拼拓白源。我有感觉啊，大家拢嘛足注意的，即马。出来咧运动的人手拢有套迄落防护罩啊。有，买买是较侪啦。野网有时间性，你接近黄昏的是较侪，啊真较无。民众讲为着避免去互网仔家会使用网仔水，毋过袂因安尼就袂来丁清湖。水公司嘛表示，卫生局的要求拢有加强来摒扫，毋过这波监测，卫生局预计在等到11月底，无新的个案传出来，才会当解除。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立陶宛学运破决，台北市警察局需要国家赔偿，将退休警察总会再度行上街头来声援警方，为台北地方法院行向行政院哦。这个退休警察要学立陶宛学运占领行政院，嘛甲警方爆发冲突。行政院门口为3站依然无法度阻止退休警察想要创击，现场爆发冲突，过程中有人昏倒送医。上百位退休警察不满太阳花学运，台北市警察局必须国赔。10日下晡，号召群众挂喙按行上街路声援警察，表示要学太阳花学运的模式，攻占行政院。家己主要是带队行伫上头前的，是一阵穿制服的现警警察。有一些现职警察人员在休假当中北上到我们现场来参加抗议，中阶、低阶的警官、警察人员跟我反映，他们咽不下这口气。警方唔敢大意，为破坏路到爱国西路、中华路部署大量警力，现场有各县市的退休警察不满太阳花学运期间，警察依法执行公权力，结果是后被提告，对法院判决结果表示震撼。由退休警察总会理事长简介文将定情书交予台北地院了后，马上转往攻占行政院。我们是依法行政，依法执行驱离那个现场的群众，我们不分什么党派，但是最起码他也是依法去执行这个公权力。他连我们警察正当的执行职务，他都要欺负。他说不符合比例原则。退警总会无承认这摆行动是政治操作，强调太阳花学运有200多位警察受伤，结果时任行政长林全却对民众提告，最徛出来力挺，佮呼吁在场警察行使退避权。台北地院表示会以定时处理，针对这摆抗议行动，行政院进前回应无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
用7年的时间，桃园机场新的塔台年底特别启用，一天会使应付1200个航班起起落落。交通部长林佳龙昨下晡嘛去参访。这天线宽度65公尺的新塔台是由法国团队设计，造型灵感来自亚洲女王头。今年12月16日未正式启用，成为国家门户的新亮点。它整合了15种的功能，啊，那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塔台管制员工作的一个地方。因为桃机旧塔台是伫民国68年启用，已经40年啊。民航局统计，当年无人机起降数量达港差不多100台，即马已经超过700台。塔台设施早就无够使用，空间也无够，所以开7年起新的塔台，总经费12.7亿，有够到2030年，新塔台达港应应付1200台无人机的起降。航班资讯的整合，我们现在基本上用一个滑鼠点上去以后，我们刚刚看到了，可以看到它的机型啊，看到它的速度啦，看到它的目的地啊，来自哪里啊，我们大概都可以很简单的用一个。在以往呢，这些东西你都是要自己用纸本去找。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日下晡去新塔台参观，当时公开伊担任一塔台管制员的影片。不过，互人遗憾的是，影片中指导林佳龙的民航局主任管制员李鸿明，在伊暗时因为大肠癌末期过身，享年43岁。正前方的这条滑行道叫做 N6， 怎么念？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的李鸿明，因为热爱飞行机，自2012年考入民航局服务，也搁伫网络成立守护天空的温情人部落格，分享航管专业知识。伊生前捌讲过，这份工作就亲像青红灯，负责3D 空气指引飞行机安全飞行。对伊的过身，未少网友表示哀悼，也感谢伊这年来一直守护台湾的天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甲西班牙南部的交通车路，11月11日，互500名加泰隆尼亚的支持者占领，交通是袂颠袂动。巴塞隆纳的市中心嘛有几啊百人声援因的行动，因要求西班牙政府爱甲因对话。连接法国甲西班牙南部的 AP7 公路，10日互示威民众用几60台车甲路挡挡掉去。差不多500位的示威者，大部分拢伫咧西班牙这边的拉洪戈亚市的边界，有一寡是遭到法国的地盘前遭抗击。法国出动顶部警察，将因赶转去西班牙的边界，双方发生屠杀的冲突。几条公路的双向交通一早起拢袂颠袂动，到暗时一个几60台自法国载物件要去西班牙的卡车，被踏伫咧 A9 公路的边界。Estaba en la cola y de repente paró todo. Y aquí estamos, mira. He avanzado desde entonces, he avanzado creo que 100 metros. 发动这项示威活动的是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号名叫做“民主海啸”的新团体，因用加密通讯软体 Telegram 向支持者发消息，讲这场运动是为了要向国际发声，要让西班牙知影自来谈是唯一的解决方法。N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3 días, que en principio es lo que tiene que durar. Hemos traído comida, sacos de dormir, tiendas de campaña. Bueno, eso básicamente. 西班牙最高法院伫咧10月中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判9位加泰隆尼亚分离运动领袖9年到13年的徒刑，引起一寡街头的示威。定礼拜6的国会大选，总理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赢，也不过主张分离主义的极右团体声行党窜升到第3大党，引起加泰隆尼亚市民的注意。首府巴塞隆纳的市中心街仔路，10月暗时有几600人伫咧声援民主海啸所发动的抗争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在叙利亚内战中进行人道救助的组织白头盔的创办人勒苏梅里，10日被发现讲死伫土耳其的街头。土耳其的警方初步是认定伊是跳楼自杀，也毋过冒风声讲伊是被杀死的。警方伫咧案发现场由封锁线。叙利亚民间救援组织白头盔的创办人勒梅苏里。土耳其时间11晚，有人发现倒伫咧伊斯坦堡因徛街公寓的外口，头甲脚有真侪所在骨头断去。因为代志发生的前后无人出力公布，最有可能是跳楼自杀。Sabah 9 gibi işe geldik ve arkadaşlardan duyduğumuz akşam geç saatlerde burada sesler çıktığını ve kimisi intihar diyor, kimisi oradan biri aşağı attı diye söylentiler var sokakta.
48岁勒梅苏里4年前甲牵手搬到土耳其，伊摆是英国情报机关军情6处的军官。2014年创办叙利亚救援组织白头盔，训练志工组救援队，伫叙利亚内战期间救真侪受伤的平民。2016年协办大英帝国勋章，同一年白头盔也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And now in March 2015, there are over 2,500 volunteers with Syria Civil Defence that work from 96 different civil defence centres. And in the last 2 years, they've saved over 15,250 lives. 白头盔讲，目前有超过3000队志工，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经救助超过10万的平民，252名队员伫咧执行救人任务的时阵牺牲，所以西方媒体来看这是人道救援组织。不过，叙利亚俄罗斯政府是认为白头盔是恐怖分子，是西方国家把握叙利亚政府的舆论工具，也甲介入等恐怖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也个自导自演迄一寡假的救援影片。 资金拢是来自欧美国家，就伫勒梅苏里过身的前几天，俄罗斯外交部伫咧吹背推文，讲勒梅苏里是间谍，甲恐怖组织关系正密切。就英国的驻联合国大使皮尔斯是讲，勒梅苏里是真英雄，希望土耳其政府对这个案件做详细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的校园枪杀案一再发生，虽然总统川普捌讲过，校园嘛需要请老师职员才会当来保护学生哦，也毋过嘛引起真侪争议。来看俄亥俄州有一间高中的训练老师用枪来保护学生，咱做伙来了解。 俄亥俄州雪尔比郡郊区一间小店高中办公室有红缎衫，艾比巴加指环剑拍开保险箱，内底有9毫米克拉克手枪甲枪支。校方来一定受过枪击训练教职员，自发组成快速反应小组，准备伫凶手创日想要大规模伤人的时阵，比警察搁较早一步反制，减少伤亡，搁会用有合作的效果。 I believe it's one of the most proactive steps we can take. So if you're waiting 3 or 4 minutes for the police to come, you're talking a lot of deaths and a lot of injuries. 这老师反应小组经过警方20点钟的培训了后，每个月要去进修。另外，有特殊的筛选机制，比如讲进前有情缘才来协商离婚，就马上为小组长除名，无宽限个提入枪，这被生活上的变动甲压力造成意外。学生讲，知影校园内底有枪，有老师会保护家己，较有安全感。有家长认为，伫这枪击暴力泛滥的世界，囡仔必须习早理解，爱有准备，才袂拄到代志，唔知要如何是好。 School districts were a soft target. I've always felt like that if you made it a harder target, then crazy people that want to go do stuff like that will look for a softer target. 自2011年18人死亡的桑迪福克小下枪击案了后，校园安全一直受到关心。去年佛罗里达州阁发生伤亡惨重的校园枪击案，川普总统推文主张校园配枪，和受过训练的教职员保护学生，引起高度争议。网络上有反对校园武装加枪击暴力的大文。 真济书生表示，教育知识和学校资源去辅导情绪甲精神问题，这是上好的补充。如今虽然有10个州批准校园配枪的相关措施，不过也受真济州主张加强管制，和军警临时教育者使用特定武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葡萄牙当地有2间大型的制作业者，为2002年开始，家己组成消防队来保护树林。也毋过无人批评讲，这业者种真侪真够小起的树啊，其实这是造成树林定定灰烧的原因。 经济员消防队员西莫斯当日到培训葡萄牙一间造纸厂的员工，今仔日因的武器任务是保掉家己公司所种的尤加利树林。 Today, we're going to have a particularly hot day with 37 degrees Celsius. First and foremost, I'm asking you for safety, security, and even more security. 尤加利树会当讲是葡萄牙的绿色金矿，占这个国家4.6%的总出口额，每年的产值差不多27亿欧元，相当于台票918亿。 造纸产业掌握了葡萄牙境内上侪林地，所以因常常人指控，因为大量种较高火烧的尤加利树，才会造成火烧山不断发生。This idea of accusing the eucalyptus, no, it's not true. It's in fact the totality that must be blamed: the pines, the brush,
The Portuguese forest has been abandoned in recent decades. That is what led to the big fires. 2017年，葡萄牙遭遇该国史上上界严重的一届火烧山，超过100个人死亡，50万公顷的林地全部烧了了。 Nowadays, eucalyptus is seen as the epicenter of fire problems in Portugal. Of the 900,000 hectares of eucalyptus trees in Portugal, 600,000 hectares represent a real fire risk. This doesn't mean we should eradicate the species, but rather maintain it in a safe environment. 卡斯楚讲，超过2/3的尤加利森林互人放利不顾。苏金公司请的消防员表示，伊嘛因为安尼工作量加重。 因为有时阵还佫共斗3工拍花苏人园区以外野火。 90% of our work is done outside of our plantations. The ideal scenario is to fight the fire outside of our properties. If fire arrives here, as we maintain our forests, it does not progress in the same way, and extinguishing the fire becomes easier. 尤加利树林占葡萄牙全国森林面积的26%。政府进前通过立法，将比例限制伫咧这个程度。为着要平衡食物的比例，专家表示应该加种上树、绿树这种抗火性较强的品种。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 Facebook 嘅面册，要推动广告透明化，为昨开始伫台湾要看社会议题、选举甲政治相关的广告，就要先完成授权的程序。是想出钱买的广告，嘛必须爱说明。手机已经是大家得到资讯的主要来源，不过如何判定大部分是分享、倡议，也是有目的操作社会评论。 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例如说本来已经有比较多赞数，或是有比较多追随者的人，然后呢，你就看到他们的账号好像开始出现一些，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些政治倾向，难免会有带风向的问题。 社群媒体面册是毋是左右选举，是近年来世界拢咧关心的议题。面册为今年6月起，伫全球推动广告资讯透明化，直至宣布台湾也纳入广告刊登政策当中。社会议题、选举或者是政治的广告主，必须先完成授权证书，伫广告加注出资者免责声明。 佮显示出资者资讯，面册也加入检举机制，确实受规范的广告主无附免责声明，用户应提出检举，并且严禁止刊登。比如点击总统撰文的粉砖，有资讯透明度的页面，佮去广告档案库，就能看到牵涉选举无免责声明被撤下广告。 他的做法、想法是好的，可是他必须小心3个东西。他第一个怎么样？要避免造成匿名言论的消失，这会造成恐惧。那第二个是他必须界定好什么叫政治选举广告。 这个界定清楚，大家才有个条理因为选举广告可以管，但是单纯的政治倡议，我们多少民间团体都是常常在做这个事情，这算不算政治广告？ 学者认为大方向是好的，不过也建议面册明确界定什么是选举政治广告，言论自由的判断操作方式，都应该受到社会检讨调整。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高雄的仁爱河滨商城，这拢是海沙厝，这几天天崩落来，目前已经有超过90%的居民因愿意家己来办理都市更新，也毋过嘛是真烦恼，讲部分的居民是经济弱势，恐惊无法度来付出都市更新的费用。 今日社区内底会当看到公园外壁话避开，光机已经走出来，上严重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弃。真侪外口拢有大铁档，就惊讲若是无细日，会有太热，还是装啊角落落来伤到人。早上6点半，全部那个阳台全部都掉下来，整个掉下来。好在人没有在那边保，就被打死了。 这座海沙厝的社区已经有40年的历史，海起的速度是愈来愈紧。这礼拜才有住户险啊去天崩的阿妈头落来伤着。社区讨论推测都市更新1年外，希望讲改建做安全的大楼。目前议员调查虽然已经超过90%，不过进度也是卡掉的。都跟一样，条件也差不多一样，但是就是说看中央政府能把这个奖励的条件放宽，即大家嘛拢共款，拢是这种低收入户较济啊，对。你若讲叫阮贴，就到最阮就懵大。经济较弱势的住户来要起100万的都更费用，社区是住3用地，容积率才干那240%。辅导都更的团队嘛烦恼讲新大楼连分互原本的住户都无够，而且可能会找无建商来合作。
民众说都更后这个容积不足哦，其实他在提都更计划的时候，也可以并同提出都市计划变更的申请。好，那这个部分有涉及到都市变更，我们会协助他提出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办理这个程序。市府认为，即卖建筑甲都更法规有真侪奖励，用这率差不多会当到奖励2倍。若是佮加上做伙进行都市计划地目更新，拢会当早一天来搬离开这座危险的社区。啊，毋过都更学会佮较希望讲，政府卖当斗3天就先做好，互因贷款。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上的水矿物质较悬，所以较无好啉哦。自来水公司用5年的时间找新的水源，即马规个地上乡有90%以上拢按水讲哦，总算有好水质的水通啉咯。地上乡的自来水普及率有95%，因过民众甲地库拍开，下口一站白白石虎坐底，水道头顶头也卡一沿白白石虎，这是当地用了57年的自来水。相对民众讲，这种自来水啉起来气味无啥好。就给它开以后，给它沉淀，再装进热水器，那就热水器就不会卡石灰啊。自来水公司开5年5000多万完成地上乡新的慢条子供水系统，11月12日正式启用。新的水源、新的管线经过检测，水的浓度自本来1公升240到290毫克，降到150到180毫克，酸碱但是中性，符合国家标准，啉起来也较顺脆。自来水公司讲，100到111年，每年拢开1亿外改善全台湾的自来水，希望让提升品质。我们试看看啊，也改善可以，我们就用自来水啊。希望说也能够将这些使用碱水的部分呢，来改喝我们的自来水。我想这样对于这个普及率的提升，可能会有最大的一个帮助啦。自来水公司讲，即马全国的自来水普及率超过93%，因过台东地区较低，差不多是82%，可能是偏远加山区的部落大河较侪，较无好接广。因过拿部落统计，自来水公司每年都会编1亿外的接广预算，会全力协助接广改善水质。记者综合报道。社会这片伊在民众常常使用，甚至是代表身份甲地位。来看今年75岁中华鹿港社艺大师陈万玲甲伊后生哦，伊就利用无同款的材料，甲传统的社艺品来创新，咱做伙来欣赏。一手揢铁锹，另外一手举钢推啊，轻轻啊讲出无同款的造型。设计大师陈万玲今年75岁，伫咧设工世家出世，伊的爸爸也有阿公迄一辈，拢伫咧中华鹿港做设计。陈万玲伫咧14岁就对伊的老爸学手艺，一做就是一家子。咱古早有一句话，做入门看高于地起，桌顶看花间卧晒。当时迄个时阵吼，大家拢用新竹，新竹就是较少的所在啊。你要摆什么灵节红甘灯，迄根本无可能。所以我就用灵甲灯甲合做一个，或做龙柱灯，才有这款的物件的产生。50-60年代的台湾，无论是做事人或者是士绅，为着要展现出内底的财力，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厅堂摆各种的色器，色工艺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代表。不过因为机械化量产制品，常常要甲实制品取代去，最后继承事业的陈万玲积极创新，后生也斗阵甲伊拼。工艺去代表结合台湾的意与正，它不好做的是，因为它复合很多的媒材，是锡、青铜跟红铜，特别的是，而且它有加上彩绘在脸部，用色彩去表现出它的一个特色。另外还有最困难就是它的姿态。用真侪种金属媒材展现台湾顶头观众秀的气势，陈万玲爸仔囝要做伙行出属于今的设计之路，也要继续把这项有路，佮代表台湾精神的工艺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高溪华山村的高溪咖啡故事馆哦，11月初开幕。来到这会使啉到世界正出名的高溪咖啡，嘛会使亲身来学咖啡豆啊，爱安怎拣、安怎烘，气味才会更较香、更较赞。云林高溪自日本时代就开始有真侪人咧种咖啡，到今嘛成做台湾咖啡的重要产地。为着推广在地产业创新，今年政府投入100万，甲华山咖啡故事馆重新规划，民众以后唔来当来遮啉咖啡，阁会当体验趣味的 DIY 活动。咖啡故事馆可以让游客来到这边，
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到我们古根咖啡的历史的部分。然后我们也提供了烘焙的 DIY、手冲 DIY， 或是你要单独点杯咖啡来喝都没问题。不管是烘豆啊，也是清新泡咖啡，拢会当来咖啡故事馆体验，顺续听咖啡的故事，认捌顾客的历史。希望透过这款趣味的活动，请更较侪人来顾客行行看看的。就是这一个咖啡馆的体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哎。像刚刚做的那个免插电的手烘壶来烘咖啡，可以喝自己烘的咖啡豆，这还蛮有趣的。以后游客来这啉咖啡，会使听故事。互伊这个咖啡注入咱在地感情冲咖啡感觉啉起来，啉家己冲的咖啡感觉加实在。为着让更较侪人熟悉顾客咖啡的历史，才会去做这个咖啡故事馆。透过政府的斗相共，甲原本的社区活动中心整理改善，希望让顾客的咖啡有更较好的发展。古坑咖啡从草岭到华山都陆续得到大奖。其实就是我们所有咖啡业者还有咖啡农努力的结果。顾客在地咖啡的发展已经要100档啊！来咖啡故事馆有趣味的体验活动，上重要的是要带民众了解咖啡文化，做伙感受幸福的咖啡澎湃。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拍算要提供为农校毕业的学生啊，2年72万的农业准备金哦，鼓励学生啊投入，也毋过学生啊意愿嘛是无介悬。有校长就建议讲，把这个资源哦用来帮助有想要做事的少年农民。学生伫咧实习农场内底进行参园管理的课程，无论是备荒地或者是夜景，拢是课程的内容。不离个向问到讲毕业了敢想要做事，会当拿到2年72万的补助。问因敢是愿意投身农业，学生表示无啥愿意。不愿意，因为这是我想要往景观方面走，但是我现在学的还不够多，我想要再更晋升。我可能会不太愿意，因为你一开始毕业你就要先在这里2年，然后。如果有时候做完2年，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进入大学去赔本，可能会大于那些收入这样。烦恼讲做事了后就无法度继续读册，嘛烦恼讲生业无法度增加价值，是学生惊吓的代志。埔丰农家的校长是指出，这项政策的补贴应该要用伫咧有想要做事的少年人身上才对。有农业背景的孩子愿意返乡去留农的话，那这一笔钱是非常重要。没有农事的背景的这些学生呢，你这一笔钱来讲的话，坦白讲是远远不够的。补助的对象的时候呢，能够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嘛。新社的青少年农民是指出，投入于产业初期，若是有这条钱，会当更较安心来做这个代志。以我那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支持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更好啦。因为早期因为这种风险太大了。根据农委会估计，农业看工一年超过26万人次。台湾农业学校高中只敢若超40间学校有农业相关的类群，总共6000多学生。台湾农业有欠工、欠钱、欠地，还佫有行销的4大难题。要有青少年想要做事，必须要看得到愿景，还佫有未来。农委会投身农业准备金，感谢咱家钱用伫咧需要的部分，政策的设计就特别重要。记者综合报道。高龄化社会，台湾未来是需要真侪长期照顾的人工哦。来看工业开发一款陪伴的机器人，会使互老大人做伴，若是跋倒哦，机器人嘛随来通报。触发紧急电话。老大人伫厝内跋倒，机器人第一时间就侦测到，随卡手机啊通知厝内的人。平常时啊，嘛会当陪伫老大人身躯边，阁会当分析健康的食食。这款由工研院研发的机器人，对未来居家照护有真大的帮助。跌倒的行为把它分成4种姿势，人形的姿势：站、坐、倾斜、躺。侦测出来的准确率还不错，就是跟国际评比74% 的话，我们可以到达86% 的准确率。唔那安尼，同时阁会当利用 WiFi 信号技术，让老大人唔免穿任何器材。就会当侦测到在困的时阵喘气的频率，来掌握困眠的品质跟状况。能够关心说，这些老人普通的生活状况怎么样，然后去通知他的子女，然后让这个子女或者他的朋友可以跟老人有更好的互动。阁有一领智能穿挂系统的运动衫，利用加州坡电刀促进血液循环。衫若是垃圾去，嘛当直接落水来洗。以上2项产品拢得到2020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创新奖，和台湾创新的技术，伫全世界拢看得到。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中山工商，昨是改制了45周年的校庆，前后8000多人做伙唱军歌来庆祝学校生日快乐。8000多人较正无进场，动作整齐来唱军歌。12号是中山工商改制了后45周年的校庆，为着这次学校嘛找来全校的师生做伙来翕开箱照，展现学校无同款的特色。蛮特别，就是学校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活动，全校一起参与，就是很壮观。中山师生9000多人是国内少数受叫囝化冲击较低的高职。学校表示，除了是伫个学生咧读册时阵，就帮助因得方面发展，纪律化的管理更加是主要的原因。纪律就是一个学习力，那生活教育、品德教育其实就是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本校的愿景就是实现一个伟大的学校，满足所有的学习者的心愿。那这个部分刚好也呼应孔子的教育理念，有教无类。教育部统计，少囝化予高中级学生一档平均减2万到3万人左右。中山工商虽然是私校，嘛捌因为学生只剩67个人，来调整着办校的方向。等等，互学校伫接波的影响当中冲击上细。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来看洛西亚有一座死亡博物馆，但是无同款的宗教、建筑甲死亡相关的仪式甲文物，互看甲是规身躯会起鸡毛皮。内底放空悬着的人头骨，甲各种神怪物件，或者是雕像。这是俄罗斯圣西伯利亚死亡博物馆，放的各种物件拢有死亡气氛。互人入去了后，拢会起鸡毛皮。Людям всегда интересна смер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то, что непонятно. Все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да, вот люди умирают, там вообще все умирает.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люди думают, что придя сюда, они получат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а что же там находится за гранью. Вот,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таких ответов мы дать не можем, но какие-то ощущения свои, да. 馆内展示差不多3万件，是为世界各地来的，主题拢甲死亡有关系。博物馆内有几落个展示区，探索为东亚、非洲、拉丁美洲等不同的文化，甲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等世界宗教的丧礼甲追思仪式，丰富的死亡主题，吸引民众来参观。В мир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различные музеи смерти, каждый из которых имеет какую-то конкретную тематику.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музей смерти в кин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мок Костница. У нас же все собрано понемногу, и люди могут, посетив один музей, увидеть многие музеи мира. 部分国家特殊的丧礼甲追思仪式，互人真有印象。亲像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时期，杀出予贵族穿的车花衫，或者是有部分上流阶层人士为了追思死亡的亲人，会甲对方的相片变较细，放入去破烂这的物件。某人会翕小粒影，将死去的亲人遗体用镜仔建起来，一个人或者是甲亲人斗阵翕全家相片的特别仪式。另外，博物馆内阁展出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甲前俄罗斯总统叶尔钦访的观察，互参观的人进一步感受死亡的气氛。Достаточно такие жизненные экспонаты, достоверные в том числе. То есть как разлагается тело, к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кремация. То есть все это жутковато, страшно, но заставляет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博物馆的馆方希望会当互参观的人理解死亡，实在死亡是生命一部分，用艺术去克服对死亡惊吓，嘛了解死亡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波兰有一间当机学校哦，我们会使学到真侪真特别的技术，嘛会使扮演小说里面真侪无同款的角色，咱做伙来看卖。清真寺的学长参加武术学校活动的人，当咧进行决斗训练，受到奇幻小说《拉莫斯》的影响，波兰莫斯纳城堡为2015年开始，和当地企业、电动开发业者做伙合作举办武术学校的活动。参加的人会当扮演小说当中的角色，用一故事生活，和真侪介意人拢来参加活动。For like 3 days, just forget who you are entirely in your life, your problems, work, stuff, and just leave it all behind
come here, literally be somebody else for 3 days. 4天3暝活动当中，来自各地的作家、服装设计师、化妆师和检术专家，拍铁的师傅会帮助参加者伪装打扮，搬演做小说内面的角色生活。参加的人嘛会当伫咧这段日子内面学剑术、弓箭、练金术、钓鱼仔、冥想和食物学等等，各种变成武术的技术，还有和妖怪战斗真特殊的体验。 The story we tell here is it takes place 200 years before Geralt of Rivia, and it is about the fall of the Guild of Witch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tory is the point in which the witches are very popular, mainly respected. They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and then as the story evolves, well, they go down and things get worse to them. 在专家的协助之下，参加的人一夜就变成小说剧情的一份子，并且照主办单位所安排的故事伫咧行。4天3暝的行程安排，嘛互参加的人拢感觉真趣味，所以有不少人约要每一年拢报名参加。People who come here mostly come back. They like the experience and they want to see how the story goes on because it is an episodic tale, so like a TV series, it gets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with each episode and the story is continued. 武术学校每个月拢会伫不同款的城堡举办不同款的主题故事，互小说的粉丝除了会当变成故事当中的一份子，阁会当伫城堡内部每一个景点细透透。一逝4天3暝的行程，介绍无讲介贵，只要开台票12000至16000，无一定的报名费，就会当享受一逝和过去拢无同款的旅程。记者综合报道。这回来看详细的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 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